咁多謝大家抽時間出席呢個工作坊啦。我係常識科嘅科主席，我係謝妙玲老師。咁今日就講下點樣去温呢個常識科。咁我相信咧，同家長咧可能温常識科嘅時候咧，最大嘅煩惱就係常識科個範圍咧好多喎。咁點樣可以有效咧幫呢個仔女温習咧？咁今日咧我哋會主要分享3個重點嘅。首先咧，第一咧就係我哋一齊睇下究竟啲仔女喺唔同題型嗰度表現最弱嘅係邊一樣啦，咁背後有咩原因啦，同埋咧我哋會提供一啲可能大家可能分享下啲策略啊，或者一啲實用嘅工具俾大家嘅。咁我哋一齊首先咧温一温啦，咁究竟常識科試卷會主要出現啲咩題型先？首先咧我哋會有填充題嘅，有圈一圈啦，有填圖題，有看圖判斷題，有看圖分類題，有簡答題，有配對題、選擇題、生活情景題、時事及常識題。咁你頭先一口氣講咗好多種題型喎。咁咧，我想問下家長啦，根據你哋咧嘅觀察啊，或者收到咧仔女咧考試完個試卷咧，你哋發現咧學生咧邊種題型嘅表現比較弱嘅咧？咁咧我哋咧同家長咧就會可以呢個係啦，有啲同學家長已經即刻，我知道邊個題型弱啦。咁我哋咧用個相機嘅功能啦，去 scan 呢個 QR code。咁我哋咧一齊嚟睇下你揀3組，你覺得咧仔女咧喺呢種題型咧係弱啲嘅。咁啊睇下咧係唔同嘅實際情況一樣喎。咁咧我哋發現咧家長咧嘅覺得啦，家長嘅觀察咧就係子女咧就應該係填充題又會比較弱啲啦，簡答題可能會寫字多啲啦。咁生活情景題啊、時事常識題都會比較差少少嘅，尤其是係時事及常識題咧就佔最多喎。咁同實際情況係咪一樣咧？我哋望一望咯喎。好。咁實際情況咧，大部分都考嘅家長，咁咧就係生活情景題同時事及常識題咧，我哋個學生咧係比較容易失分嘅。咁接落嚟咧，我哋睇一睇點解咧佢哋咧咁容易失分喎。咁我首先會講到時事及常識題先嘅。好啦，咁點解咧小朋友咧答時事同常識題咁難咧？咁佢即係最緊要咧就係佢哋咧温習嗰個方向啊。咁咧我哋可能咧有本身我哋有課本嘅知識啦，又有新聞啦，有課外知識啦。咁我哋常識嘅時事及常識題咧，可能係呢3個方面會出嘅，喺呢3個來源會出嘅。但係學生咧，佢哋可能咧温習咧，主要淨係温咗課本嘅知識。咁你温咗課本嘅知識咧，就忽略咗新聞同課外知識。咁常識呢個科目咧，特別咧會重視應用同實踐嘅。咁所以我哋咧就會咧，除咗要考同學你識唔識課本知識之外咧，新聞同課外知識我哋都好重視嘅。咁所以咧，如果咧我哋單靠課本知識會有咩情況咧？我用一個5年班嘅例子做即係俾家長諗一諗。譬如咧，我哋學呢個小5嘅一個課題叫遠離毒品啦。如果佢淨係温課文嘅知識咧，佢會得到啲咩內容咧？佢會知道常見嘅毒品啦，譬如可卡因啊、K 仔啊咁。然後佢知道吸毒有啲咩後果啦，佢知道青少年吸毒係咩原因啦，吸毒對一啲唔同方面嘅影響啦，香港有啲咩打擊毒品問題嘅機構。咁好啦，佢學晒咯喎，好開心啊，去考試啦。咁佢考試嘅時候咧，面對呢個時事常識題，問佢去太空遊，如果你有嘅時候可以判幾多年監咧？咁家長你頭先諗啦，我頭先如果我家小朋友温完個課文知識，你覺得佢答唔答到呢一條題目啊？咁咧其實佢又答唔到啊，佢可能淨係諗到究竟有咩毒品啦，可能有啲咩後果咧就答唔到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諗到個方法咧就係、大家都諗到啦，就要幫佢補充翻新聞同課外知識啦。但係新聞好多喎，如果咧我又要幫仔女温唔同嘅科目，咁我又要幫佢睇咁多新聞，啲新聞咧仲要唔知道咧佢哋嗰啲內容適唔適合小朋友睇喎，入邊啲內容咧有陣時都有啲偏頗嘅喎，咁可能課外知識亦都係有咁嘅情況。所以今日咧我哋想推薦3個工具咧，幫大家咧可以咧揀啲功夫嘅。第一個咧就係新聞速遞啦，第二個咧就常識方向答評估榜。呢2個咧都係大家唔使影嘅，因為我哋嗰張紙有㗎啦。咁咧就會咧係你哋出版社本身嘅學習
資源嚟嘅，即係話你哋已經俾咗錢㗎啦。你哋咧本身買書嘅時候，你哋已經有㗎啦。咁所以唔好浪費佢。所以今日都想大家陣間都會講多少少點樣去操作。咁咧呢個咧就新聞速遞。咁點解我會推介呢一個咧？首先出版社咧已經幫你哋去揀咗一啲新聞，而個新聞內容咧有啲咧好長㗎嘛，佢會幫你剪裁咗，適合小朋友嘅程度。咁所以咧你咧就可以放心俾佢去睇啦。咁咧就唔使你哋自己又要去檢視啱唔啱去睇，然後再俾個小朋友。另外咧，佢可以根據課題咧去睇新聞嘅，即係話你學緊毒品啊，咁你就淨係睇毒品嘅關於嘅新聞啦，近期嘅新聞嘅可以嘅。咁亦都會有啲引導嘅題目去俾佢睇新聞，因為有時你叫睇完新聞，佢會話俾你聽我睇咗啦。咁你睇完之後，究竟呢篇新聞講緊啲乜嘢啊？你未必可以知道佢睇得幾多，嗰度有引導題目嘅。而呢個常識科問答龍虎榜咧，頭先咧數學科嗰個老師都有講到，呢啲問答龍虎榜咧唔係淨係自己同班入面嘅同學比啊，佢可以咧同全港嘅。咁入面咧嘅內容係啲常識科嘅課外知識啦，或者冷知識啦。咁亦都有啲係關於題目你學緊嘅課題。咁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善用呢啲工具啦。咁呢個卡曲咧，可能你話咦，我喺英文科嗰陣時都會用喎，或者其他科用嘅。呢個唔係一定淨係常識科嘅工具，不過呢個係一個互動嘅一個問答工具。咁我希望同家長都可以試下用啦，因為同學仔好中意玩嘅。咁你透過佢咧去設計一啲題目咧，同佢一齊温一啲課外知識或者係新聞題目都好好用嘅。咁我而家用少少時間咧，就講下究竟出版社頭先嗰個資源係點用。首先咧，你哋就會登入咗呢個eSmart 2.0先啦。跟住咧翻屋企可以試下嘅。咁同學仔自己本身咧，佢有呢一個平台啦。入到去嘅時候咧，因為咧你哋數學科都係同時間用呢一個平台，所以咧記得入到去嘅時候咧，我哋咧要去揀翻常識科嘅。咁喺上面咧，我哋會揀翻常識科。揀完常識科之後咧，我哋就拉落去下面。咁咧，你哋會見到咧，呢度咧就有新聞速遞啦。咁揀完新聞速遞咧，你會見到好多新聞咧會彈咗出嚟嘅。呢啲係近排嘅新聞。咁我哋咧，你可以咁樣俾同學仔睇，亦都可以撳進階搜尋，然後咧就會跟翻學生嘅年級啦。然後冊次啦，譬如我想揾咧關於愛惜身體喎，有啲遠離毒品嘅嘢，咁呢度有咁多咁啱就有太空遊啦，我點落去，咁呢度就俾佢睇呢個新聞內容，呢個係適合5年班，所以長啲嘅篇幅。然後下面咧係啲引導嘅題目，咁啊俾佢咧睇完睇下佢究竟係咪了解嗰篇新聞啦，下面仲有啲參考資料幫到佢嘅。咁呢個咧就係新聞速遞，咁真係好推介即係同學仔真去睇。咁然後咧常識科問答龍虎榜又係點用咧？亦都係頭先我界面出翻去嘅界面咧就有啦。咁咧你會可以拉到每個挑戰都可以做嘅。咁你可以睇龍虎榜咧，就可以睇到我哋班嗰啲啦，我哋本校嘅排名啦。你可以話你個班嘅同學仔都做到咩程度咯喎？咁啊俾佢一個咧競爭嘅心態啦都可以。咁咧然後咧就馬上挑戰咧，你就可以咧答入面嘅課外題嘅。咁入面咧呢啲題目咧係每個2個禮拜就會更新嘅，即係你唔係話咁做完咪我好快做完冇咯，唔係嘅，都會有可以嘅。咁卡嗰度咧我又唔長講啦，可能大家都會有用過。咁其實咧個卡我哋點用咧，就係咧你哋可以喺網上咧揾一啲題目之後咧，利用呢個卡嘅工具咧去做一啲互動嘅題目。其實咧我自己班咧，我教完呢班，可能呢度都有呢班嘅家長啦。咁咧同學仔咧就會叫佢哋自己出題目嘅。咁出題目咧，佢哋就會揾啲好刁鑽嘅，就為咗咧要考同學，或者咁。但係如果調翻轉你哋屋企咧，佢哋會為咗考家長咧，佢真係會好落力咧去揾啲題目嘅。咁呢個咧都係去鼓勵佢揾多啲課外知識。咁當然啦，我哋家長你叫揾資料嘅時候咧，都要提一提佢檢查下資料嘅來源係咪可靠啦。咁因為始終資料係好多嘅，網上資料好多。咁但係咧都係俾佢一個工具啦，做一個互動嘅題目，令到佢咧有個學習嘅動力。以下落嚟咧，我咧就頭先講完呢個情景時事及常識題咧，生活情景題頭先你哋都有家長話佢哋都比較難掌握喎。咁我就交俾咧另一個常識科主席招老師咧，就會同大家咧去講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幫到佢啦。我將時間交俾阿招老師先。到底點解學生喺考試嘅時候，生活情景題個表現會下滑嘅咧？點解嘅？知呢幅圖幫唔幫到你哋？我個仔我個女明明溫晒書啊，要佢寫晒嘢啊，咁但係一去到生活情景題死晒嘅噃。知呢個圖又俾唔俾到多啲提示你咧？
似乎咧，我諗好多小學生都係而家個現況係啊，我上堂學咗嘢，係啊，我温咗書，但係似乎咧，佢温咗學咗嘅嘢咧，佢未必能夠喺個日常生活嗰度用翻出嚟。咁所以今日咧喺生活情景題嘅裏邊，我諗一陣間會有啲小任務俾大家做下之餘咧，我諗除咗係想幫助同學仔佢考試之外，其實我諗家長都係我都係家長，我個仔仔1年班，我諗在於家長嘅角度，佢讀完常識又或者讀完其他科，其實係幫到佢日常生活可以變到個更好嘅人。我考試好，梗係開心啦。更加重要嘅就係喺日常生活嗰度，我可以運用我學到嘅知識去過我哋嘅生活。咁所以咧希望無論你考試又好，做人又好，我諗我哋作為家長作為家長，我哋可以做嘅咧就係咧將同學仔佢學到嘅嘢咧，睇下可唔可以喺日常生活當中，又或者我哋家長自己嘅個人經驗，去幫佢運用翻佢喺書本學嘅嘢。咁就所以我諗家長嘅角色就係同學仔佢喺書嗰度學咗啦，上堂學咗啦，我哋家長咧就陪伴啲同學仔，我哋就喺翻到屋企啦，我哋喺日常生活啦，我哋就睇下，咦，原來有啲嘢上堂學嘅喎，原來有啲嘢真係喺呢個世界我哋揾到嘅喎，咁樣咁就我哋即係今日就設計咗個小任務啦，咁做啲咩咧？就希望咧就有啲 Excel oriented 啦，跟住又有啲去幫助同學仔佢喺日常生活去應用啦，咁樣嘅小任務咁啊。咁一陣間個任務係做啲乜嘢咧？希望呢個任務咧係可以幫助到大家諗2樣嘢，1+1，一個嘅情景嗰個可以係真實嘅情景，或者係一個虛構嘅情景。一個情景同埋一條問題，會有大約5分鐘時間，你可以慢慢睇嗰張 A4 紙直嗰張，咁就揾啲乜嘢咧？就揾一個呢個係3年班嘅常識科題目嚟嘅，即係1至6年班我哋取其即係中庸之道啦，我哋就3年班嘅內容，想你喺張 A4 紙度揾一個知識點，即係可能咧。即係簡單啲講，老師長遠可能會出街咁樣一個位啫。舉個例，個例子就係咧細嗰張紙嗰度，細嗰張紙咧你有個圖表噶嘛，圖表有3欄噶嘛，最底下嗰層咧有一個叫做對應之知識點。個例子就係3年班常識咧，原來有一個知識點叫做喺正確使用八達通卡嘅時候咧，同學仔要識得分辨乜嘢嘢叫做想要，乜嘢嘢叫做需要。因為現今嘅世代，小朋友覺得乜嘢係需要？iPad 需要啦，仲有啲咩需要玩樂好需要啦，咁就有啲咩但係其實呢啲喺我哋大人心目中都係想要嚟嘅啫佢哋要識得分啦咁就呢一個係一個知識點。嗰個表咧可以睇翻上去嘅。當你揾完個知識點之後，你可以喺最上諗一個生活情景。例如我要同學仔識得分辨想要同需要咁個情景咪就係有一日咧，原來我哋可以咧去文具店或者精品店咧用八達通卡去買原子筆㗎噃，用八達通卡俾錢咁要注意啲乜嘢又或者原子筆到底係想要定需要等等，跟住就去到最尾一下啦。頭先講嗰個1+1情景就係最上邊嗰欄啦。個情景一切源於個知識點最落嗰個位，而1+1第2個1係咩咧？因為時間有限，今日想家長咧諗一個就住嗰個情景去諗一個引導嘅問題。嗰個問題可以係你同同學仔仔仔女女去溫書嘅時候問嘅，又或者可能出到呢個世界呢個社會我見到同常識科有關嘅，可以問下佢嘅噃。例如咧嗰個引導問題可以係八達通卡有啲乜嘢好處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咧？咁樣又或者喂，原子筆係你嘅想要定需要咧？可唔可以解釋下？
所以咧就例子就喺個表嗰度。我想咧一陣間咧每一個選出知識點啦，跟住咧就情景連結啦，諗一個題目啦。咁就嗱，記錄及分享咧係點樣咧？你係可以喺你嗰張嘢嗰度寫嘢嘅。咁寫嘢係課一陣間咧，每個人都要講少少嘅。即係你一陣間咧要喺個組裏邊咧都講下你諗過一個情景同埋嗰一條問題到底係啲乜嘢咧？嗰1+1到底係啲乜嘢嚟喎？咁就跟住望一望 A4 紙，我講埋呢句咧就可以俾時間大家去思考下啦。嗰張 A4 紙其實你見到有好多知識點，即係可能你一陣間抽嗰一個知識點咧，只係其中一句子嘅啫。即係我冇可能喺5分鐘裏面就已經諗到我點樣去成版嘅內容到底係點樣但係反而可能喺同組裏邊，可能4-5個家長啦大家睇嘅位雖然係同一張 A4 紙，但係睇緊唔同嘅位喎。咁睇下一陣間當大家去分享嘅時候，會唔會又俾到啲點子大家咁樣？頭先咧我偷偷地去咗其中2組嘅裏邊咧，就影咗2張相。咁就咧想唔想睇下到底其他家長佢哋點樣諗咧？咁佢嘅知識點係啲乜嘢咧？最底下購物嘅時候要考慮啲乜嘢嘅準則？3年班常識係有一版書係咁樣㗎。我哋買嘢要有原因㗎，例如個人需要啦、貨品嘅品質啦、價錢等等。咁所以點樣個情景？我帶佢去買嘢咯，真係買個書架可以係真嘅添喎，即刻翻到去同阿仔講，我買個書架俾你好唔好？唔好咁樣做，諗下先咁啦。個情景就係咁樣嘅。至於個問題咧，喺個情景裏邊可以係，喂，點樣先至係一個好嘅書架？可能有同學仔就會話俾你聽，我要裝到好多書嘅。係個容講容量好似唔係咁正確咁樣。如果從數學角度，裝到幾多載書量？有啲人話：哎呀，我個錢罌豬仔錢罌唔係咁多錢，價錢平啲我需要。價錢會影響一個同學仔佢認為個書架係好定唔好。有啲人就話啦：我唔使咁大個㗎，裝少啲都得㗎。跟住有可能家長就會話：咁都係載書量啫。唔係，同學仔就會同你講：我啲書都唔係好多啫，我使乜咁大啫？我冇咩實質太大嘅需要住噃咁樣。咁一步一步從個日常生活情景去睇嘅時候，原來同學仔佢不知不覺間就會用緊學習上堂學嘅嘢。書裏邊就淨係點樣買水樽買個水樽爛咗咁慢慢好咁書爛水樽唔係個個同學爛水樽㗎嘛，佢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接觸到呢一個購物嘅情景嘅。咁又睇下，有少少相似嘅咁，因為都係講緊3年班嘅題目啦。咁就實用性同美觀，咁講緊可能就都係啦。背後講緊想要同需要咯。即係當然啦，可能買衫美觀就係需要啦咁就即係可能背後又係一啲買嘢嘅準則啦個情景係我要換東西換嘢咁樣，即係可能換獎品，又或者咁就即係換禮物等等，咁就可能會睇下我有選擇嘅時候，我會點樣去揀？例如個來源地、價錢、實用性等等。咁就頭先咧，我只係影咗2張嘅圖片啫，即係可能頭先見到有家長可能就會話其實帶佢去海洋公園啦，咁又學到啲乜嘢學到香港嘅旅遊景點唔同嘅分類咧，海洋公園屬於咩主題公園咯，但係仲有啲乜嘢可能係博物館類啦，可能咧係啲有其他嘅死啦！一時間講唔講，教完我都唔記得咗添真係。有唔同自然風景類啦，即係有唔同嘅類別㗎。嗰個嘅旅遊景點，順便仲可以講埋咩？我聽到家長講，我順便教埋嗰個保育，都有教㗎噃。即係原來學常識就係當然啦，係想翻去個日常生活嗰度。好啦，再翻轉頭啦，當同學仔做卷。
佢面對嗰個可能係首先係一幅圖，然之後幾條問題，嗰幅圖佢睇唔睇得明，可能就靠佢喺日常生活佢見識得夠唔夠多。如果星期一至五喺學校上堂，星期六日就出去真係去應用翻。其實我諗唔單止係常識啊，中英數都可以，即係見到街道有個牌嘅，已經可以講下啦嚇，即係嗰啲中英文咁樣已經可以啊。到生活情景題，學生考試啦，嗰幅圖可能如果佢見識得多，佢就會叮一聲，咦咁似嘅啊！咁慢慢佢就希望可以幫到佢寫多啲、諗多啲，再希望可以咧作答到嗰個題目啦。咁就嗱講下個技巧先，即係頭先做呢個任務都會有啲技巧嘅。首先個知識點，呢個課題主要講述啲咩咧？其實咧頭先大家見到嗰個 A4 嗰張紙咧，主要係來自呢一個自學手冊嘅。自學手冊裏邊咧，自學手冊咧係早啲就已經擺咗地。係啦，咁就你會見到有好多問題嘅。其實常識書每一版最頂頭都係一個問題嚟。最頂頭嗰個問題，跟住個學習內容就係希望去解決嗰個探究嘅問題，一切都係從問題開始。你哋嘅自學手冊都係知識點係啲咩呢？可以係佢唔同顏色嗰啲咯。譬如我而家手攞住嘅5年班自學手冊，寫住月球會自轉，同時亦都會圍繞地球公轉我。即係熒光筆間唔係熒光筆，唔同顏色嗰啲。即係比較重要，已經可以係大家攞嚟做呢個知識點。跟住啦，跟住就可以諗啦，有啲乜嘢活動有啲乜嘢場景係同呢個知識點有關嘅咧？同學仔佢平時遇到啲乜嘢嘅問題咧？等等等等。然之後個提問提問通常點問會問得好啲咧？通常都係問為什麼，你問佢點解，佢就要解釋啦。你問佢喂點做佢又要解釋啦。要注意啲乜嘢佢又要解釋啦。希望個問題咧就幫助到佢去思考。生活情景題都係要代入嘅情景再去進行思考。然之後咧就係啦，希望有啲實踐延伸啦。佢上堂之後咁就有啲具體行動，咁就鞏固翻個知識咁樣。好啦，生活情景題呢個部分咧完結㗎啦。咁生活情景題過後咧，最後一個部分咧就都係講翻大家咧應該就會係頭先已經收咗呢一張咧嘅常識科嘅學習資源嘅推介咁樣。我都好快咁樣逐樣睇下啦。自學手冊。我諗，如果頭先你喺嗰張 A4 紙嗰度揾到一啲點子嘅自學手冊，咪就係其頭先嘅 A4 紙，不過就全套俾咗你。不過唔好貪心唔好一次過問晒啦。其實到最尾我都係想你考試到高分嘅，我係好想你考試高分嘅，我更加想你生活到。咁就呢個自學手冊啦。跟住網上教室學生專區，咁就有一個嘅喺嗰個學生嗰個自學平台嗰度可以登入嘅，裏邊咧係會揾到一啲出版社嘅一啲教學影片嘅，可以逐步咁樣咧俾同學仔去睇翻，咁就係温書。新聞速遞啦，頭先鄭老師講咗時事常識嗰個問答個龍虎網啦，咁就希望建立同學仔睇新聞嘅習慣啦。咁就政府新聞網，咁就呢啲政府新聞網就會比較可靠性就會高啲啦。又或者再犀利啲嘅，有啲家長我識得一啲Kahoot Quizlet 嗰啲，可以用啲電子嘅方式，咁就去幫助同學仔就叫做有趣味啲嘅温習啦。咁呢啲都係一啲我哋推介嘅一啲嘅資源。咁就嚟到呢度，咁就或者去到尾聲嘅時候，有冇家長有一啲嘅提問？